啱啱過去嘅星期日，俄亥俄州北部 Fremont 市發生一齊交通事故，造成多名行人傷亡。事故發生嘅時候，一列火車喺通過一座橋嘅時候，同數名行人發生碰撞，造成兩人死亡，至少一人失蹤。據悉，事發喺夜晚7點30分左右，當時火車喺 Sandusky 河上方大約40尺高嘅一座橋上撞倒咗兩名分別為38歲同58歲嘅女子，導致佢哋身亡。現場有一名1歲兒童從河中獲救並送往醫院，另有一名5歲兒童失蹤。有目擊者話，事發嘅時候睇到多人試圖穿過橋梁前往另一側。火車到嚟之後，大約有4、5人從橋上掉進水中。當時橋梁設有禁止進入嘅警示標誌。當局已經關閉咗該橋梁。目前失蹤人員嘅搜尋重點集中喺 Sandusky 河附近。截至星期日晚間，相關部門正喺度對事故原因進行調查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